演讲师慈悲前到主公，坤到主公，请坐下。亲爱的副真理、真理、副真理，以及在座的各位优秀的点传师，还有咱在座的各位助理、领领大主、组长，各位优秀的人才，咱大家中午好。讲师中午好。应该袂到中午会算对了。因为吼咧讲到这经23章，伊叫自然嘛。但是现在应该袂讲做自然安尼啦吼。首先感谢上天的恩典，咱祖师的风烛，以及师尊师母的大德，还有咱何老真人的五大医生，还有咱。二手大师，有咱的周真人，有咱的副真人，甲各位点文书，甲在座的各位即个栽培，所以师弟和下才有这机会，甲大家伫中业的不等来做即个见学，讲起来，这拢是咱爱感恩的，感谢优秀吼，佫会了伊。有时候后学咧问拢无声，真正来遮可能较无相声安尼。因为即种足简单的简单的咱莫甲有的经典圣人伊咧用词有的因为无一定所以来讲来到即种虽然讲自然伊的字简单因为咱的。惯例就是以往的习惯，咱咧学习圣人的经典，咱就先来交圣人做一个交配。当然，虽然现在已经上班啦现在做咧交伊交配上班，但是有的人才可能时啊，就有即个兴趣伊即个平常咱还做即个习惯来读诵读诵，咱要甲咱讲的即种一遍。互咱产生一个简单的印象较方便咱当下的即个学习。所以咱这是读台语因为国语大家拢会晓嘛，咱读台语即仔强要失传去安尼就是所以读台语，互咱若念一遍，咱就去配合的遮互咱。对念一遍安尼啦念一句。语言自然，语言自然，飘风不中调，飘风不中调，作物不中立，作物不中立，秀于处者，秀于处者，天地，天地上不能久，天地上不能久。以空无人以空无人各种属于得者，各种属于得者，得者当依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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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者当依失，失者当依失，当依得者，当依得者，得亦乐得志，得亦乐得志，当依得者，当依得者，得亦乐得志，得亦乐得志，当依失者，当依失者，失亦乐得志，失亦乐得志，信不足，信不足，忧不信，忧不信。这是今仔日第23章的经文。因为时间有限互今仔日准备了可能有较粗糙，所以今仔读一遍就好啦。因为昨日群组内底咱培训的点文书，信义的王点文书，伊特别在遐留言，
互我感动，所以个放一寡物件落啦时间已完，这时间无介久啦所以我就开始来分享互我对即种所学习的一个心得，因为这才会当讲做一个互我心得的报告，毋是去解说即个经文，因为伊互我学习甲即个种种，要解经文是我度啦所以报告互我的即个心得，以自然的内底做一个分享。当然，经文就是一句一句来叫咱做参考，所以互我就无用真言，嘛无用建议，只是就是以经文为一个主题。伊第一句讲着体言自然，四字字即种就是以即四字为主，剩的迄规拢是一个比喻，一个引证，互咱做一个即个了解。那么伊的重点就是即四字尔，所以我今仔日就甲重点放伫即四字尔。尾后迄就是做一个介绍，咱就是来连结、超连结即四字贯穿即个第23章所以即种真侪即个作者拢甲伊讲，伊叫做自然章，安尼因为讲自然所以较简单。因为自然本身就是真简单，怎简单呢？互我就甲咱来做一个参考啦首先讲即个语言，人讲物以稀为贵嘛是毋是知影啥物上贵重？蛋，鸡蛋。为啥物足贵重？天伦喷的就足简单，就安尼。无贵的物件，但是伊甜少，迄个做稀。所以稀就宝贵，物以稀为贵嘛人呢，人以稀言为贵。怎讲呢？世上毋是安尼讲吗？歹话交子，歹人交言语。打一项例。有一个情形例外，就是讲咱咧说法的时阵，咱咧讲道理的时阵，咱咧就是例外若无今仔日上摆的拄仔互大家讲90分安尼，还是讲啥毋讲2点钟，毋是安尼以咱平常咧生活的时阵，其实是话较少，因为即圣经甲咱教的圣经甲咱讲的，所以语言就是讲话讲少的意思。讲话尽量愈少愈好啦，少较袂当去少安尼上好。所以，就圣经的第一章甲咱讲，第一句话甲咱讲安怎？道可道，非常道。因为咱来遮咧学就是学道嘛。道即种物件伊是离开文理的，伊我都用文理来甲伊代表讲这个道。但是要互咱了解到，爱照由文理，所以讲书说法是不得已的。佛陀甚至讲伊讲经说法48年，伊拢无讲着一字。安尼刚好佛祖咧讲的有相像无？相像道可道，非常道嘛。英雄所见看法拢相像真理一个尔，现于佛先讲出来的意义拢相像所以讲人话愈少，咱普通时当然啦，专业的就无共公司的专业种产品的介绍、开会报告，这拢是例外，咱想清楚。就是讲，咱咧过日常生活的时阵话愈少愈好，甚至上悬的境界叫做无讲话。敢有影？即种其实是要互来甲咱分享即个经，甲咱是互我就是看灵命有几分，就甲咱报告几分安尼啦即个有一天有一天空性人有一天空性人
这个经文是安尼讲的，伊伫论语内底讲，孔圣人就讲出啊，孔圣人讲啊，无勇无言。伊讲哦，我只想要卖讲话安尼，无勇无言。我只想要吼卖讲话，无即个卖讲话安尼啊。结果伊个大弟子主公就先讲话啊，伊讲主公话嘛，主如不言，即小主何事嘞？伊讲吼主啊，你若毋讲话，我要安怎学啦？我要学啥物安尼啦？好事嘞？事就是讲圣人讲安怎，咱就照安尼去学，照安尼去讲嘛，叫做一个表述的意思嘛。你毋讲，阮是要安怎学啦？重点来后，孔圣人就甲伊讲即个重点。为啥物孔圣人想要无爱讲话？有两个原因，这互我家己的感觉啦吼。一个原因就是讲，去讲嘛无路用啊，不如莫讲先开啦。讲偌济嘛无效，不如莫讲啊，就讲我无言了我，就真正去拍败去啊。那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孔圣人咧甲伊的弟子讲上悬的境界，叫做啥物？无言无讲话，所以就摕一个比喻出来讲，伊才讲天河远在，孔圣人就甲主公讲安尼，你敢有看过天咧讲话？天河远在，但是咧，你来看，数时连连，春夏秋冬，捌测完去无？恁敢捌伫台湾看过春夏秋冬测完去？毋捌嘛？足准诶，足准诶。伫国际性诶全世界诶，伊诶气候春夏秋冬甲诶气候测完去，咧绝对咧，一定咧。所以讲，你看，上天都无讲话咧，但是春夏秋冬拢照时间咧讲。你念伊吼，就要热甲走无路啊！咱念伊要热，毋是你是咱，咱念伊要热甲走无路啊！为虾米呢？因为5月若到，端午节若到，迄个正阳就咧到啦哦，迄个热甲，因为为虾米？互我知影，互我这是看册是互我个研究出来，互我会记录，因为互我足惊寒嘛，足惊热，所以互我会去注意家己吼重要的问题，就会做记录。所以互我研究的结果就是安尼。那么这个时阵吼，春夏秋冬照安尼行，然后咧，春天有春天的风景，迄别不鲜艳哦。咱即仔普遍看到的拢是啥物物件？百花盛开，百花盛开哦，好专类型的。尤其雨若落愈少，花就开愈水。有诶，你嘛以为讲，无落雨才会变成花，毋是？到春天就是百花盛开的时候，因为拄仔拄着无啥落雨，它会开得特别漂亮。迄是有原因的，原因家己去讲，因为无时间无用讲现在啦吼。所以春天有春天的物件，夏天有夏天的即个风景，来秋收冬种。所以迄千字文、千里文，咱读书会考啊，是有咧背嘛吼。天地循环，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所以你讲哦，讲咱人生活伫天地的中间，所以一定吼，就是咱阳看惯就是天嘛，骹大来就是地。所以就是人拢会去看天地，伊即个实现嘛吼。所以互我要引证的，这个孔圣人甲伊讲，天河远在，上天有讲话吗？无啊。所以伫
遮吼，孔圣人可能要甲因地主讲上悬的一个境界，就是虚言，甚至就是无言。这是互我给孔圣人做一个引证的一个典故。那么典故佫有无？有啊！吼，我拄则讲过，真理一个尔，所以圣人要讲人共款，英雄吼所讲的气魄拢共款吼。咱捌听过一个，应该咱是捌听过，伫道场遮久啊吼，除非是打枪炮无介久诶。有一个为魔的技术啊，有一个典故吼，为魔的技术有一天，人要讲叫伊讲不离的法门，咱嘛当来讲吼，讲啥物叫做法界智慧安尼啦？当然伊是以文理不离的法门为主。咱刚才佛光山吼，迄个大门为啥物写门前不离，离不离？星文大师伊家己讲，伊伫即个大门的名是为毛的经，伊迄个典故，伊的灵感而来的。所以到上尾啊，人问为毛的技术，啥物是真正的不离的法门啊？为毛的技术，拢无讲半字话，拢无讲半句话，无写半字。这个时阵哦，智慧第一个文殊师利菩萨甲伊讲，真正是真的上界悬境界的不离法门啊，伊非常的赞叹。所以吼，民间才流传一句话：为毛一别，亲像咧单雷讲安尼啦。伊要讲话哦，但是哦，内人无咧听吼，像咧单雷讲遐大声。所以无讲话哦，显示了上悬的境界。咱嘛当安尼甲伊理解啦。智慧敢是用讲的，道敢是用讲的，毋是啦，迄就是喙内底的道嘛，用喙讲的智慧嘛，真正的智慧无问题啦。安尼敢是会着咧？道其实嘛无问题，但是咱会感受着道的存在咧。咱只要看天地的变化，所以咱来讲着天地，伊就甲天地直接比喻出来啊吼。那么这是为毛嘅咯吼，伊安尼为磨一墨啦，深如雷的一个典故。佫有诶哦，佫一个叫做啥呢？叫做有一个咧说金刚经诶。咱后壁负责人吼，伊的最拿手的是金刚经啊吼，因为伫第二期啊，活动，所以负责人若要讲金刚经，我本书啦、逻辑吼，我听讲会赞叹就对啦，这是真的啦哈，他毋是伫遮迄个帮扶前人代沟帽子，这是他真心安尼讲的吼。那么我今仔要讲即个。在牛武地的时阵哦，牛武地应该是上头啊是要请济公上师来说《金刚经》，因为伊拜济公上师啊为师嘛。济公上师甲伊讲，哦，你要叫我讲，我甲你介绍一个高人吼，伊讲的《金刚经》讲比我较好。迄个叫做布袋师，所以当时布袋师交即个济公上师是牛条，那迄个是牛条吼，两个高人就对啦，修炼的一个来示范的即个上品派来安尼啦。结果吼时间到啊，布袋师上讲台就像安尼起来，然后讲台顶悬拢有一种吼檀木，咱毋知捌看过无啦吼。形状有可能像我这个手机啊，伊一上台起哩后，伊拢甲迄块茶吼，咱大大的啪一声，然后落来，伊就落啊。这个你讲话无讲半句话。这个时阵吼，济公上师就问牛武地讲，因为牛武地惊一跳嘛，大声就安尼弹落来，突然间嘛。
啊，像互我今仔日是入迄个钢丝培训班吼，后壁有迄个冷气，啊，伊若是温度高，伊就跳起来，这个还好哦。迄若是伊开始要送冷气，噗一声，互我坐上后壁拢喘一条，所以坐一工喘足侪条就对啦。啊，喘了惯势就好啊。哦，迄练心脏的，即个力量安尼啦。啊，所以讲，即个时阵牛母地伊就哭一声，伊嘛喘一条。济公上师甲伊讲，伊讲，咱古大师吼，伊金刚经已经讲完啊咧，啊你敢听有？伊是要甲伊讲，你敢听有？讲咱古大师的金刚经已经讲完啊咧，啊伊敢有讲任何一句话？无。所以互我要引证的是讲，这话吼，愈无话，愈无话就对啦。这真正境界吼，真正愈悬的啦。啊，这是先做一个即个简单的介绍，所以上天那个讲话，所以天不言，地不语。但是人伫天地之间，为着要保天地，不就要说法，而且爱讲足侪道理。那么若在其他的日常的生活的，若毋是专业的，若毋是咱的职业必须要谈着讲足侪话，啊，毋是咧演讲啊。修炼伊有一个足好的方法，话愈少愈好。譬如讲，互我若看着咱嗨，互我看着小宝嘛，做有闲的透早就看着，然后互我就安尼，啪，拢无惊讲半句话，就是安尼，用安尼啊。拢无话安尼代表安怎好代志啊？啊，如果互我若看着小宝讲师傅开始救诶。开始一直讲代表安怎？有代志，对不对？有问题。所以咱要修养哦，有一个方法，开玩笑的例外。啊，咱玩笑爱开得好啦，玩笑啊，讲无好算，你也尽量嘛。有的人做幽默，做开玩笑，迄要紧哦。因为嘛无事啊，而且讲会互人心情快乐啊，迄要紧。除了这以外，话若多，代表有代志，代表有问题。啊，这是一种的磁场哦，这嘛是一种的修养。我当然咱安尼讲啦，所以吼，我通常看着啥应该拢无话吧，啊是拢会讲嗨。伊即马来讲啦，哦，伊即马目前来讲大概已经配合到即个。自然的境界就是拢无啥话，啊，若无就去遐讲生笑，就互我给演出啦。啊，讲生笑吼，这是有时哦可遇不可求啊，所以通常话少啦。啊，我若去菜市啊吼，时常看着迄家庭的主妇啊、婆婆妈妈嘛，菜市啊婆婆妈妈咧去较济啊，其他少嘛。啊，遮两个，安尼有诶，开始讲话，讲，拢咧讲啥？有代志啊，啊，拢倒诶代志，拢家庭诶代志啊，搁哪？啊，无着良心诶代志，啊，若无着亲情诶代志哦。我看吼，真正这是互我所关照，互我关照着诶心得啊。啊，所以讲这是互我甲你讲，为虾米人圣人甲咱讲虚言话？圣人实在是天恩师德呢，甲咱伊拢互咱上好诶物件，啊，咱做一个参考，较做一个体会吼。啊，过来，下二句，讲啥？你来看，伊讲话少啊，落来自然，自然敢好？第一好，第二好，第三好，爱叫做武汉好。那菲律宾的受用，伊讲万大好，就是我国甲形容的好就对啦。安怎好呢？我摕一个足细汉的比如，即吼，少年人咧流行啥，你知毋知吼？流行足济嘛。但是普遍性都嘛是少年人尔，有诶吼
聚会人嘛对人留言的，留言啥？录影，但是厝内底有花屋、教堂，啥物设备拢有，他不屑。我来录影啊，无便所无啥，也迄阵啊有诶，已经设备足好较贵诶拢有吧？伊甘愿安尼呢？啊，为虾米伊甘愿安尼？人伊有伊诶即个重点呢？因为安尼哦，看天有够近诶啦，啊，较大诶是地啦，啊，晚上还有星星啦，还有月亮啊，啊，有时候还会看到流星，啊，许个心愿，因为他要去亲近大主人，这是重点哦。啊，阁有足侪人吼，现在已经解封啊嘛，伊第一个国家拢走去倒诶？日本，因为日本有啥人好看？樱花，啊，日本的樱花特别水。啊，樱花是啥物人的产物？天地啦，天地产物啊，春天就会开甲非常水的。伊走去看，樱花水吗？都水。这嘛是人要去亲近大自然一种，毋免讲话哦，不言之教。安尼讲有毋对？无毋对啦。它并没有错。那么咱今啊借由这个外在，重点倒伫对，倒在自身。爱开始来讲这个话题啊，啊肉体的主人叫做啥？叫做心嘛。啊，当然心嘛是对性来的嘛。啊，性是咱一生咱生生世世的见性、灵性见性。但是要见性进前，爱先明心，爱先了解咱这粒心嘛。啊，所以咱这个自性先来讲，咱先来讲，人的心，人的心是一片无尽的黄土哦。人的心哦，咱爱先来了解啦。所以这个自然哦，自然之道应该是上悬的法则啦，因为人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拢有主道德经的一个架构。所以自然是最高的一个境界，自然啦吼。啊，这互我慢慢来甲咱做一个分享。所以话愈少，话少了后落来，自然。要代志啊，要代志上自然啊！你坐伫遐是做自然的。比如讲身体上啊，年纪这嘛是自然啊，啊坐着会忝啊，会只会困，这种自然咯，这拢无对甲毋对啦吼，这拢叫做自然。啊，恁坐伫遐都自然呢，啊，互我徛伫遮咧，足袂自然的，忝。意思是讲吼，工资上港大，压力介大啦，压力山大，所以变成。伊会袂自然，咱坐伫遐就做自然，咱的自然上好啦，所以自然之道上好啦。啊，无代志，今仔日逍遥，恁大家哦，因为吼我就袂自然嘛，不包括在内。恁大家今仔日拢逍遥自心生，为虾米？一日无事，小心生，然后三顿，拢毋免看。咱的尤经理有当然是讲的吼，咱毋免今仔日要食，咱毋免当天走吼，安尼是新鲜就是啥？所以这自然之道吼，伫伊个境界就是为正。啊，咱有时阵话足济，毋知敢好啦吼。我学较正，感觉讲吼，实在是无介好啦。啊，所以互我来讲，互我家己亲身的一个事件啦，吼，就是讲，互我大是电梯的即个公务嘛，啊，伊是算讲一个电梯是两户安尼啦。啊，阮对面迄吼，伊就是租人啊，主人搁走去起厝啊嘛。啊，伊吼拢咧租人，啊，租人就年年啥物房客拢有嘛吼。啊，最近租一户。即互安怎？感觉伊是一个囡仔足细汉，啊囡仔细汉拢爱包尿布，啊即户吼，拢安怎的？
伊拢甲粪扫等住安的门口，互我下电梯开开咧经，要离互我迄个厝，拢爱经过伊即个门口，安尼踅过来就对了。伊是等尿布尔，伊会甲粪扫不用等伫遐嘛。伊有逐工去咧等粪扫无？无啊。我是看着就讲头疼的访客过来啊，即做头壳疼的啊。一届、两届、三届，就倒安尼啊。安尼互我要安怎？头实在嘛起心动念啊。会想要甲伊讲要买啦，即若有白讲话明真诶。我讲你若捌拄过歹人，你若爱甲讲声，若捌拄过歹人。咱前日刚发生过来叫人挂口罩的即个超商的囡仔，迄个咧，规个失去伊的性命，恁敢知？若我相时阮后壁今仔日服务组一对相西对伫我边迄两个若是坐伫车顶，若看着头前的车，然后伊讲阿伯啊包诶，我讲莫乌白包啊，咱毋好共乌白包，迄个人会惊着诶。无就甲讲，你是捌拄过歹人所以我做头尔，尾仔就想讲算了啦。我嘛是想食迄个自然诶，讲袂要紧啦，伊毋是安尼办尔，安尼知影粪扫地咱若用正规的垃圾袋，较袂有汤啊有啥袂咧滴嘛，伊毋是啊。伊就欠个安尼捡地仔有袂落，安尼地甲规涂骹，安尼呢。所以我知，咱来溜溜诶，拢无讲半句诶。安尼一工过，一礼拜过，一个月过。我固定一礼拜甲溜一届，溜诶。结果产生了重大诶变化，安怎敢知？因兜的门口即摆变个做全去，真诶啊！互人嘛袂有啥物即个头壳疼对啦，安怎就甲留啊？若无安怎捡着，安尼医好互嘛，咱若免讲半句话，这叫做互印的一个例，无讲话教育力量上大，这叫做言教不如身教。咱若甲咱的囡仔讲一大堆大道理，效果无介大。有诶囡仔老听嘛，有话你不如做互伊看。所以上尾即种诶计数设计来讲，信不足，又不信。啥物圣人呐？咧讲，咱到尾再甲咱做一个参考啦所以行不能及格，那么自然之道就是像春夏秋冬安尼，都自然诶。学堂咧学讲师时常甲咱讲嘛，即句话毋係到底谁讲诶，我甲伊查伊诶出处啊。一切拢是上天上好诶安排，所以互我拄着迄号诶访客的时，即句话就对生产生作用。我会拄着即种隔壁绝对有原因诶啦。即句话就先摕较严啊，所以法。爱藏伫心内，真理爱藏伫心肝内。记伫簿仔是记伫簿仔，是簿仔咧看；藏伫手机啊，互我拢是阮藏伫手机啊，是手机啊咧看；藏伫心内诶，是咱人咧用。所以若有佛法，就有办法啦。伊即句话是安尼产生诶。那么虽然自性会当生办法，但是伫咱袂有迄种境界时，当然爱先透过即个学习嘛，爱家记伫心内，拄着代志法，自然就会，自然你看，自然你家己就会走出来啊，自然伊就会应用啊。所以一切拢是上天上好的安排。咱安尼听拢听包括迄就是拢无代志的时，拢对，拢无代志、无问题的时阵，若拄着代志甲问题咧，即句话袂记一，绝对袂记一个啊！尤其若佫拄着较大的，就拢袂记一字啊，袂记即讲
上天甲咱安排甲好势好势，咱的内心开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开始着问题足济啊，代志足济啊，话足济啊，受苦受磨拢来啊。起心动念愈严重，磨了就愈紧，就是讲，即支刀若愈袂来，就爱磨愈济个。刀家己若来，咱就免甲磨，即个意思啦吼。所以伫自然内底，咱一定爱学一句话：一切拢是上天上好的安排。伫遮，互我来讲一个故事，互我10年以来拢毋捌讲过故事啊，听讲台。互我10年以来听讲台拢毋捌讲过故事啊吼。互我为着要讲即个故事，足认真记的，因为互我为虾米捌讲故事，因为爱记。互我是一个足自然的人，拢有自然就好。头空空，若要讲道理，咱无咧想啥，无咧记啥，记到目前为止啊。所以我来讲一个故事，听讲这个故事哦，咱的吴前人啊，吴敬宇前人捌伫这个所在讲过啦。伊的主题叫啥呢？要做菩萨爱先学会晓，无话无讲话，这叫自然之道哦。我走去网络Google遐找，所以这么简单找着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安怎呢？就是讲有一个人啊，这个人来讲伊是去食来讲伊是流浪汉，有人讲游民、街民安尼啊，都太艰苦的人。伊去甲佛祖讲佛祖，你真正做好命，规工坐到遐人拢来你拜。你若拢无讲半句话，就坐到遐尔。伊就甲伊讲无咱两个敢会当来小换一个。阁有一个版本是讲佛祖甲讲，无咱两个来小换一个啦。阁有一种版本讲，屁个佛祖来甲托梦讲，咱两个灵魂相交换。迄故事在人咧死啊，但是咱听重点就好啦。所以两个就交换小换。小换了即个人就想佛祖拢坐伫咧桌顶遐听人来拜，拢讲啥安尼啊。有一天，就伊拄着一个考验人，挂一包钱，迄重点爱听，这故事是安怎讲？来拜佛祖，甲伊讲，佛祖啊，我请你保庇你继续保庇我大富大贵，我会继续积德做好事安尼。拜拜为咱等伊，迄包钱呢，袂记去摕。即个人紧张讲要讲话，但是差不多故事讲一句，就是两个要相交所以佛祖甲伊讲，你交我相交，我交你换标你，但是我甲你交代一个重点，无论你伫遮看到啥物代志，拄着啥物人，你完全拢袂当讲话。甲伊这足简单的无问题啦。拄要甲伊讲，你的钱尾啊，伊要甲伊讲，你的钱袂记去摕啊，想着讲佛祖甲交代的话，全卡起来无讲话，然后再来第二个。这第二个要去拜佛祖，伊是一个善良人、穷人。伊甲佛祖讲，佛祖啊，你爱保庇，因为我的母亲妈妈生着重病，我拢无钱甲伊治疗。你爱保庇伊会当平安，会当健康。拜了，要出去看了，若一包钱，伊讲显灵啊，显灵啊，佛祖显灵啊，赐伊一包钱。这个时阵，坐伫遐看迄个，佮挡袂牢，佮开讲佛祖无显灵，佮想讲佛祖讲慢讲话，所以讲定定无讲。迄个善良人，甲钱换转去啊。再来咧，继续来一个第三个，这个第三个要出去讨海掠鱼的。伊讲，伊甲佛祖讲，我今仔日就要出海去掠鱼啊，希望你会当保庇我平安，保庇我平安。怎安尼咧拜的时阵，迄个好野人就转来叫的要找啥？找伊包钱嘛。伊看拄好看到迄个讨海伫遐，甲伊讲，
哦，一定是你甲我摕的，你甲我的钱骗我。啊，即个太太甲伊讲，我不给你摕钱啊，因为事实你啥物拢无看着，钱是由迄善良人摕倒去啊，摕倒去要甲伊妈妈医病啊嘛。我两个就伫遐弯伫遐弯啊。即个时阵，坐伫遐也不做成完，即个人感觉挡袂牢，挡袂牢，伊就讲话啊，伊怎跳出来讲话？伊讲我甲你讲，你迄包钱毋是甲你摕，迄是有一个善良人，伊妈妈着逐日甲讲的。即个时阵，即个好野人就走去找伊个善良人，要讨伊包钱。即个时阵，即个讨海的就去讨海啊，结果咧，到尾啊，即个讨海的明明发生事件，准地里啊，讨海的死啊。即个好野人去甲善良人钱讨倒来，善良人无钱，通去甲伊的妈妈医病。尾啊，即个也不做相换，伊知嘛。伊讲哈，这不做嘛无好呢。啊，拢即三个拢无保庇着啊。不做甲讲，毋是安尼。如果你拢无讲话，即个好野人即包钱会互善良人摕去替妈妈治病。如果你无讲事实，即个讨海的好野人会甲拖去官府。伊就地府出去讨海啊，伊即条性命就保掉的啊。所以即个好野人即包钱，伊有积着德，伊帮助人治好伊妈去治伊妈妈的病。即个讨海人，伊赶袂着去帮助，伊无出海，伊即条性命就保掉的。那么即内底三个拢得着伊应该来拜的即个重点，是毋是？但是咧。代志的变成界，就是你跳出来讲话，我毋是甲你讲无论拄着什么代志，看着什么人，拢袂当讲话吗？真无简单，我故事已经讲完啊。你家己看，无讲话，人的一切拢有上天上好的安排呢。结果为着讲话，讲出来做事实。一切拢好来呀，所以我比如这个故事是咧，互咱想着咱家己，其实伫咱的生活斗在过生活，做这代志拢亲像安尼，看在眼里就好了，知道知影就好啦，无一定爱甲讲出来，因为伫自然的法则内底有因缘果报。有因缘观，有啥物观哦？五田心观，有即个观，迄咱拢无法度去了解。为着咱家己讲出来，人讲啥物？天机不可泄露，尤其以修行来讲，譬如讲伊互我即摆的状态，互我通常为啥物拢无讲话？因为看在眼里，知道就好了。你无一定爱家讲出来，因为讲出来无一定较好。啊，若要讲，拢讲好话。若是阮姨妈咧念阮小弟，我拢家讲阮小弟的好处；若是阮小弟咧念阮姨妈，拢家讲阮姨妈好处。啊，若至于两个伫遐咧乱的话，啥物话拢莫讲，咱拢毋免讲，因为主人上天有最好的安排，伊安排咱是咧家己讲一寡好话。互因两个避免摩擦得太严重，那么以此类推，伫咱身躯边所有因缘，一切拢总是安尼。所以你家己看经文到上过来叫做哪？实者同伊实。人咧说明咧讲道理，真正是哦，讲了非常的水，非常的好听。啊，咱就爱会晓来摕来用。咱咧学的毋是学文理的，不是，咱咧学一个逻辑。啊，即个逻辑啊，咱身躯底拢有具备，咱家己发挥出来。啊，就因人而异啦吼，学偌济，咱就当发挥偌济安尼。啊，所以一切拢有上天上好的安排。所以即内底有自然的法则嘛。那么咱到底是咧顺自然？你若从伊通拄仔的故事来比如，即个人不做嘛甲交代无，伊咧顺自然安尼就好啊。哇，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即三个人得到上好的好处。
对毋对？但是你违反了这罪，用话甲讲出来了后，哇，一切拢去了了。以此类推，也许咱的生活当中嘛有即种的，是因为咱去讲啥物物件出来，大代志啊、小代志的，相信拢有啦。尤其是咱的六亲，咱的家庭，咱上凊彩讲啊，咱上自然来啊讲啊，其实迄个自然是违反了自然，因为咱来解释，拢好去甲咱讲，就伫咧甲咱讲语言自然，较莫讲话的啦。因为即支喙内底，咱有学过个，伊有4种伊的作恶啦。有时阵人讲你好意啊做歹事，你像迄个人，伊其实好意呢，结果咧代志拢去了了啊，这是事实啊。咱好意内底有地位呢，地位就是讲莫讲话，人讲哦，少说为妙，也是妙。你茫看着咧讲袂说，咱现在就讲茫讲较少诶，迄是要讲道理，你不得已啊，讲遮久，若无讲话，活轻松诶，逍遥自在。你看，咱若一个大人无讲话，你敢知影品质偌悬？最高品质静悄悄。拢互恁伫遐讲话，互我免讲啊。讲甲收声，讲甲，因为你都在遐讲话，我爱去加去忝诶，喘着。所以讲哦，伫咱诶厝，无论伫对，这个逻辑绝对不会变吼。啊，当然啦，讲道理的个人爱想办法啦，个人看要安怎讲啦吼。好。人讲精彩的还在后头，所以讲时间应该是会无够吼。看一下，天啊，现在几点了？这是第一句哦，这是第一句哦，咱家记着。今仔日吼，互我即课恁记即4字就好啊。语言有咧，话较少诶，安尼今仔日的品质就对维持伫足悬诶顶界。莫等下要食饭就破讲伊啊！哦，若要讲较细声，不要紧，若要人快着就感情讲较细声。你若阮隔壁班迄个主班的黄佩仪讲师对无？伊即摆咧交互我讲细声咧，互我都想要讲，你最近咧讲话咱就细声，我就听无啥有嘛，爱去挂口罩啊吼。啊，咱等下要食饭，讲话了紧，啊讲较细声诶。啊，上好饭嚼饱，啊话咧，话较少对吼，互我赶时间啊。啊，当然即句若是解说诶话，头拄着互我个任务已经去一半啦吼，所以咧落来拢是连贯头前即4字诶尔吼。所以来开始比如啊，比如讲人袂当去违反自然。爱顺有即个自然咯，所以才讲飘风不上调。迄风哦，若无正常袂透规工，啊，互我摕影片咱看吼，较精彩啦，咱来看者，互我拢毋免讲话，互我拢毋免去解释啥物叫飘风。我们声音哦也要开大一点啊。位移了100公尺，可见威力之强大。陆卷风所支撑的物品全部被卷到几十公尺的高空上，甚至有人还摔倒受伤，把附近民众看到这个场景全都给吓坏。龙卷风来袭，速度超快，回转过来的白色轿车突然间被卷了上去，消失在视线之外，整个天旋地转，物品在空中乱飞。可恶哦！后方驾驶几乎凶连连，但震惊还没结束。看看就在白色消失之后，路边突然多了一名女孩子。危险啊！原来跌坐在地的是女我们把它关掉。卷上半空中在摔落，机车不知跑哪去了。因为我遮吼无按这来去控制啦，我有时是要放5秒才结束，伊时间无够吼，迄叫飘风，迄叫做会飘起来的风，啥物会飘起来？
厝嘛会飘起来，车嘛会飘起来，乌多摆卷起哩，佫落下来。但是足大人讲像个风台安尼啦，现伊甲咱讲，这袂透几工诶，上吊嘛，伊袂讲哦，安尼规工诶就对啦。袂规透早啦，吊是透早，袂甲你规透早透即种哦，规透早透即种风厝就转了了，车嘛转了了，乌多摆伫路规拢转了了，袂安尼。啊，搁来讲一种落吼，走舞就是讲哦，安尼瞬间不紧的，走就是足快速的嘛，会吼，落落规工的，啊，这互我嘛免用讲的，看影片啊。好，谢谢，啊，那上紧啊。把它放大。要戴太阳眼镜。啊，为什么吼？咱那会感觉说，这个是阮社团的啦。这种物件食啥吼，我着阮小港有一个社团嘛，我一天就抛出来，伊就是要去买便当，佫有一句无吼，伊就是要去买便当。即马吼要互咱看的，就是安尼放大。有啊，枪是装进入水内底啊。咱来看已经便当店哦。规个拢积水，这是伫阮遐啊，去水室诶。